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知讲家己旧名是朱罗山，若新德以早叫德灿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家，读歌啊家第一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家就是水，好的意思。像咱讲好话就是家言，有好表现的人，咱互伊鼓励奖励，咱讲是家长。另外，互人好处对人好，较文的讲法就是家规。古早正月较文的讲法，讲是家月；12月讲是家平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嘉宾，意思就是贵宾、贵客。差不多30-40年前，家人有一间餐厅叫做嘉宾阁，目前也受在地真济餐厅会馆，伫全台湾各地拢是号这个店名。第二个词读做家辣，这是一款海鱼仔，腹肚是白色，规尾扁扁红红，身躯黄色喷点或者是一搭一搭，差不多是20公分到25公分长。咱看到台湾4块螺海底拢有，食细尾鱼仔、虾仔或者是透抽。古早一句话讲：1五2抢3面4家辣，意思就是家辣算是较高级的鱼仔。嘛有一句话讲：这鱼钓大条，这是一款解说讲海底大条就是家辣，意思就是细尾鱼仔想要掠大尾鱼仔，也就是细项物件想要食大项物件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真罕的有外国转来的亲情来拜访，算是真罕的来的贵宾。特别去食餐厅，菜色真丰富，其中就有家辣，代表阮主人家的心意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家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